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1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50天，也是乌克兰进入库尔斯克第256天。根据乌克兰方面的说法前线总共记录了111次战斗，库尔斯克前线双方昨日共进行了18次交火，战场烈度有所下降。俄军昨日共向该地区投掷了58枚滑翔炸弹，但在乌军电子干扰下，俄军滑翔炸弹命中率目前已经下降到6%。乌军用海马斯打击了俄军多套防空系统。一架乌克兰米格29战斗机在 F-16的护卫下，使用法国空投炸弹，也就是那个锤子炸弹，精准摧毁了库尔斯克地区一座建筑物。俄军储存在这里的所有技术设备以及大量各种类型的无人机全部报废。比尔格莱德前线乌军成功夺取波波夫卡、德米多夫卡等区域，俄军想收复其领土并发起进攻，但未能取得进展。这个4月份已经过去20天快，普京想在3月底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一次又一次的落空乌军不仅没有完全退出库尔斯克，还占领了比尔格莱德和布良斯克一部分。这个俄军在扎波罗热也是发动了猛攻昨日俄军在乌克兰南部对扎波罗热州的斯捷波维、罗布科维、小托克马奇卡以及小谢尔巴基这些定居点发起进攻，投入大概320名士兵、40辆装甲车、3辆坦克以及10辆全地形车。乌军通过无人机侦察提前预警，动用无人机与炮兵部队实施精准打击，激战2小时后摧毁29辆军车，并歼灭140名俄军，而乌方阵地无一失守。又是一次人肉消耗战，对俄军来说又是人肉冲锋这是俄军每一天里面的人肉冲锋一小部分。在乌克兰的南部地区乌军边防空中侦察机组人员记录到一辆装有弹药的俄军运输车辆的移动情况，随后战士们采用了最有趣的方式，用 FPV 无人机进行打击，彻底摧毁这辆运输车辆。乌军第225突击团的黑天鹅无人机分队在比尔格莱德地区对俄军造成重大损失，仅1个月内他们就消灭了41名俄军，并使另外258人丧失战斗力。这是225突击团黑天鹅无人机分队在比尔格莱德这个地专门对俄军进行作战，战果硕硕根据俄罗斯方面消息说，在比尔格莱德有一个军车队被乌军击中，这个车队中大概有5辆装甲车被打掉，初步数据是至少60名俄军士兵当场死亡。4月17日星期四的凌晨，乌克兰武装部队向俄罗斯领土发射了70多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在其电报频道上报道了此事。据俄罗斯国防部称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一夜之间在俄罗斯的6个地区一共击落了71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库尔斯克地区被拦截的乌克兰无人机数量最多，共有49架，另外有7架乌克兰无人机在俄罗斯的奥廖尔和梁赞地区被击落，4架乌克兰无人机在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地区被击落，3架乌克兰无人机在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地区被击落。另外在俄罗斯图拉地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被拦截。4月16日星期三夜间，乌克兰武装部队向俄罗斯领土发射了26架无人机。俄罗斯的沃罗涅日、比尔格莱德、库尔斯克、利佩茨克和莫斯科地区以及克里米亚均受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俄罗斯的库尔斯克轴承厂被炸毁这个浓烟滚滚这个前几天俄军的这个导弹部队向这个苏梅发射2枚伊斯坎德尔导弹，造成了平民伤亡。那这个乌军是有仇必报立马对这个发射导弹的2个俄军的导弹旅进行打击。4月15日，乌克兰的大批无人机袭击了向苏梅市发射弹道导弹的俄军448导弹旅和112导弹旅的驻地。据说这2个导弹旅均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成功袭击，受到了重创，损失惨重。4月16日，乌军又对克里米亚俄军防空导弹系统，包括雷达和弹药仓库以及维修设施，连续发射了12枚陆军战术导弹。这是美国的那个陆军战术导弹，摧毁了多个重要目标，其中还摧
摧毁了一套据说价值高达10亿美元的雷达系统，也就是这个俄军2枚伊斯坎德尔导弹招来了乌军这么多报复连布良斯克、别尔格莱德、库尔斯克的天然气供应都被炸断了。根据这俄罗斯人的统计就是塔斯社统计数据显示，3月18日至4月16日，乌军对俄联邦15个地区的能源设施发动了袭击。遭受炮击的地区包括别尔格莱德州、布良斯克州、沃罗涅日州、扎波罗热州、库尔斯克州、利佩斯克州、罗斯托夫州、萨拉托夫州、斯摩棱斯克州、坦波夫州、赫尔松州、克里米亚共和国、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以及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其中库尔斯克州、别尔格莱德州和布良斯克州的能源设施遭受乌军炮击最为频繁。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对能源设施这种停火也是化作泡影这个俄罗斯也没少炸乌克兰俄乌双方都没打算给特朗普面子。根据俄罗斯内务部发布的消息称说库尔斯克州前州长阿列克谢·斯米尔诺夫和他的前副手德多夫在库尔斯克因涉嫌在乌克兰边境修建防御工事而被捕，罪名是与乌克兰边境修建防御工事有关的欺诈行为。该案与库尔斯克地区发展公司的活动有关，该公司几名经理已被被捕。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弗拉基米尔·卢金作证指控斯米尔诺夫和德多夫，他也因在修建防御工事时盗窃资金而被捕，损失估计为8亿卢布。盗窃计划是将分配给防御线建设的资金转移给据称赢得了虚假招标的影子公司，后来合同终止，公司随资金一起消失，防御工事也没有建成。根据俄罗斯内务部发布的消息称，库尔斯克州前州长阿列克谢·斯米尔诺夫被控在乌克兰边境修建防御工事欺诈10亿卢布。你知道这个俄罗斯腐败到什么程度这库尔斯克州修这个防御工事好像一共是花了150亿卢布修那个龙牙防线、反坦克壕，这个布设这个地雷还有那个装那个水泥棺材。结果乌军如入无人之境，轻而易举的就突破了这个造价高达150亿卢布的这个防御工事，没起到作用。所以这个俄罗斯这普京很生气要抓人不光是俄罗斯的地方官员在这个战争中大捞特捞就连俄罗斯前线指挥官也是大捞特捞。这个这个主力部队精锐部队58集团军那个司令官叫波波夫少将，对吧？他也是被指控就是贪污这个前线的这个水泥，主要是钢材，他被逮起来了。最近好像被判什么，让他戴罪立功，到前线一个什么自杀式攻击这个什么团什么 X 什么风暴部队，让他到战场上用行动证明自己，洗刷自己的罪名。从这儿也能看出俄罗斯打仗它的消耗为什么大，无论是前线的将士还是后方的这些地方长官，都在借着打仗大捞特捞，大发战争财。他们当然不想停火，一停火上哪儿捞钱去呢？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首先是这个德国即将上任的这个总理梅尔茨，他前一阵子放风说要援助乌克兰金牛座导弹，并且授权，而且要求这乌克兰要打击克里米亚，要摧毁克里米亚大桥。这个梅尔茨这一席话马上引起了这国际社会的反响，尤其是俄罗斯还有盟友的反响首先是这个英国他表态，根据电讯报援引英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德国决定向乌克兰交付金牛座导弹，英国将予以支持。基民盟、基社盟党团领袖、即将成为德国总理的梅尔茨此前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德国可能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将在欧洲伙伴磋商后做出决定，也就是英国、法国都同意。英国、法国有什么不同意的呢？英法早就提供了这个叫暴风阴影巡航导弹，法国是叫斯卡普，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就是名字不一样。这都提供了1年多了，对吧？都已经把俄罗斯炸得焦头烂额了，普京又能怎么样？除了恐吓还是恐吓，英法根本就不搭理他。所以这个时候德国要援助金牛座，他要征求欧洲盟友的这个意见了。那你说法国能不同意吗？法国自己都提供了这个金牛座，也就是威力大一点，射程更远一点它能打500公里，那是对付克里米亚大桥是最好的武器。德国防长社会民主党人士皮斯托利乌斯则表示有很多反对这么做的理由。报道说英国一名负责对外政策的官员向电讯报表示，英国很久以来一直支持德国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如果新总理现在做出决定，英国一样会支持。这个梅尔茨在德国议会选举前就多次批评总理舒尔茨拒绝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梅尔茨甚至承诺要向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24小时内停止对乌克兰基础设施的打击，否则就向基辅提供金牛座导弹。
梅尔茨随后又表示没有发出，也没有提到过任何最后通牒。那这个还要等到这个梅尔茨上台以后看他采取什么措施。总之这个俄罗斯人是非常生气和震惊这个面对梅尔茨这个表态，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他说针对俄罗斯目标的金牛座袭击意味着德国与俄罗斯直接开战。这个俄罗斯人很有意思就是柿子尖软的泥。这个英国提供了风暴鹰导弹，这个法国提供斯卡普导弹，这个已经把俄罗斯炸得天翻地覆，到处炸。那个库尔斯克那是用这个斯卡普导弹还有那个风暴鹰打击了俄军的指挥所，炸死很多高级官员。好像这个风暴鹰导弹还摧毁了这个叫塞瓦斯托波尔港那个船坞里面的很多这个黑海舰队的这个在维修的舰体还有潜艇。这个风暴鹰还把那个塞瓦斯托波尔那个海军这个黑海舰队司令部给炸了。那一阵子不传这个黑海舰队司令被炸死了吗？也就是英国和法国早就援助了，炸的俄罗斯人头昏眼花的，俄罗斯屁都不敢放一个。这会儿吓唬德国说你要是提供金牛座，那就意味着德国与俄罗斯直接开战，搞得好像德国怕俄罗斯一样，直接开战也能怎么样？反正这个俄罗斯人扬言跟谁直接开战也不是一次了，对吧？说这么提供北约如果提供什么武器呢，就是北约跟俄罗斯开战有什么用呢？对吧？以此来吓唬德国但是德国内部确实有问题也就是他们的意见不统一。这个莱茵金属的总裁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向乌军交付金牛座巡航导弹不会改变前线局势。大型军工企业德国莱茵金属公司总裁佩尔格在接受德国商报采访时表达了这一观点。据其看法，只有传统炮弹才能扭转前线局势。此外，乌克兰已经拥有射程类似金牛座的巡航导弹。4月13日，预计将于5月上任的德国后任总理莫尔茨表示，如果能与欧盟伙伴达成一致，德国可能会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据其看法，目前处于防御状态的乌克兰军队有能力打击俄军的补给线。这个莱茵金属的首席执行官他这个话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乌克兰他已经有了这种，就是比如说海王星这个长航版的，它也能打几百公里、700公里，也就是德国这个时候提供金牛座它的意义不是很大。这个我认为他说的不对对乌克兰来说这个好的武器不嫌多，多多益善，对吧？乌克兰的海王星固然不错，但是恐怕跟金牛座比起来还有待于改进呢。第二个，德国提供金牛座实际上就是欧洲援助乌克兰相当于升级了，往前又迈了一步，这个是标志性意见标志性的，哪怕你只给10枚甚至4枚，那也是一个意思大家还记得吧？但美西方给乌克兰提供的都是防御武器，什么标枪导弹、毒刺导弹钢盔，什么 M777那个什么榴弹炮、坦克、装甲车都不敢给，大家还有印象吧？这个时候法国跳出来也不多就给乌克兰10辆那个叫侦察坦克、轮式坦克，实际上它也是坦克上面有坦克炮塔，但是它不是那个履带，是轮式，那是轻型坦克，跑得快侦察用的。但是这一下把性质就变了，所以法国的这种坦克一到乌克兰一宣布那英国、德国、美国纷纷表态要援助乌克兰坦克，对吧？英国的挑战者，德国的豹2，连美国都要送几台这个埃布拉姆斯坦克，那你不给不行这就是态度所以你看法国虽然给了几辆坦克不咋地，这个是象征性意义打破僵局，法国带头，这次又是德国带头，对吧？他送的是500公里的金牛座，一旦这个突破这个就限制英国、法国、美国，对吧？以后援助的武器恐怕就是500、1000，你追我赶，怎么这个性质不一样？以现在为止，大家给的都是300公里以内的这种中程导弹，现在就等着这个梅尔茨突破，对吧？他来第一个吃螃蟹，他先来打个样。当然了，这个莱茵金属首席执行官说的也没错改变战场的不是金牛座，对吧？改变战场局势的还是155毫米炮弹，这个155毫米炮弹要广购就行了。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靠谱所以说这个我认为莱茵金属这个首席执行官说的话一半是对的，一半是不对，对吧？你欧洲你要确保乌克兰155毫米的炮弹要广购，这个比什么都重要，这个能决定乌军能防御能扛到什么时候，对吧？至于金牛座那是突破用，两个都需要，不能说有了金牛座就不需要155毫米炮弹，也不能说保证了155毫米炮弹就不给金牛座了，那你永远是个防御状态。这个加拿大民间向乌克兰情报总局捐赠1架直升机，已经送到了乌克兰这个乌克兰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亲自主持接
接收仪式。这个是民间募集资金捐的直升飞机这个就表示民意我记得这个波罗的海3国还有芬兰、加拿大，还有斯洛伐克，他们这个民间组织募捐给乌克兰运输物资这就是民意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他说我们准备从美国购买，我们需要至少10套爱国者防空系统来保护一些城市，这需要150亿美元，我们准备支付这150亿美元，我们会找到这笔钱，我们会支付所有费用。这就是乌克兰要从美国买10套爱国者防空系统，但是这个似乎特朗普否决了。但是这个北约秘书长吕特说乌克兰即将收到新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表示，盟国在华盛顿峰会上向乌克兰承诺的7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大部分已经交付或即将交付。他称，武器交付可能不会立即进行，但盟国通常会信守承诺。他补充道，在承诺之后，通常不需要很长时间就会交付武器。北约秘书长在接受《我们是乌克兰》电视频道采访时强调，乌克兰需要更多防空系统，每套防空系统都意味着拯救生命。在苏梅市发生的最新悲剧中，30多人被俄罗斯导弹炸死，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有多么重要。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耶尔马克、外交部长西比加和国防部长乌梅罗夫刚刚抵达巴黎，计划与美国代表举行会谈，并与自愿联盟和愿意保障乌克兰安全的国家法国、德国和英国进行一系列谈判。此前有消息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特使维特科夫将抵达法国，这个实际上就是卢比奥带着特使维特科夫到法国巴黎，跟这个欧洲主要国家法国、英国、德国还有乌克兰要进行会晤。这个媒体并没有过多的报道，这个恐怕你看那个维特科夫他不是上周刚跟普京见完吗？他是号称普京是愿意和平，普京又是多么厉害，普京又是多么这个诚实守信多么信守承诺等等，并且这个维特科夫他放风要乌克兰放弃那5个州。你看这回他也跟卢比奥一起跑到巴黎，要见这个德国、法国、英国还有乌克兰，谈什么大家都心里有数。这个谈完之后很有可能这个自愿联盟，也就是英法首脑还有乌克兰的这个首脑要到华盛顿，还要跟特朗普面。此举遭到了这个俄罗斯口炮界天花板梅德韦杰夫的抨击这个根据今日俄罗斯报道说，梅德韦杰夫发文抨击乌克兰与英法德3国就意愿联盟的会谈。乌克兰法西斯集团高层已抵达巴黎，他们与英国、法国、德国就意愿联盟在乌克兰部署军队后准备接收多少具欧洲棺材的问题举行会谈。4月17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其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我们看俄罗斯人什么态度这个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新地区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部分，质疑归属权从根本上就是不正确的。记者提问，将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移交给俄方管理，是否是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的必要条件？佩斯科夫表示这个问题表述从根本上就是不正确的，这些地区是俄罗斯联邦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就是不存在移交的问题这不就是俄罗斯的领土？这个佩斯科夫还说乌克兰问题调解谈判进展艰难，莫斯科和华盛顿在商谈和平，欧洲各国政府却变成了斗鹰，继续要坚持打下去。你看这个就是强盗逻辑就是流氓逻辑，就是我已经抢到手了，你们就算了呗，为什么非要打呢？我都已经抢到了，到时谁抢到就是谁的。你看，何况特朗普来和谈呢，为什么还要抢回去呢？为什么要流血？为什么要平白无故的牺牲？你看这就是流氓逻辑。佩斯科夫就乌克兰调解努力说我们当前专注与美方接触，更何况谈判进展相当艰难。佩斯科夫指出莫斯科和华盛顿毕竟还是在讨论和平，那么欧洲各国政府却在坚持要求继续打下去。你把领土还给人家，你把军队撤走，谁也不会跟你打仗，对吧？你把人家东西抢了，完了之后说我们就这么和平吧，都别打了，结果欧洲还要打。所以说这俄罗斯人就是强盗逻辑。俄罗斯人这实际上他只能听懂大炮的声音。特朗普跟他谈判都是自取其辱我们再看捷克总理彼得菲亚拉等官员4月17日宣布，捷克现已完全脱离对俄罗斯石油的依赖，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没有俄罗斯
斯管道石油流入该国。你看看啊，人家捷克就已经彻底斩断了俄罗斯的原油，这个匈牙利啊跟斯洛伐克完全不一样。你切断了俄罗斯的原油，就摆脱了俄罗斯的这个控制和摆布。乌克兰重建副总理兼社区和领土发展部部长库列巴宣布，乌克兰海上走廊自启动以来，已运输了 1.16 亿吨货物，其中近7300万吨是谷物。与此同时啊，库列巴在脸书上发帖指出，仅从2023年夏季以来，俄罗斯就向乌克兰港口发射了500多枚导弹，损坏了400多个港口基础设施。库列巴强调啊，保护港口基础设施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这关系到乌克兰的经济和全球粮食安全。乌克兰重建副总理在其报告中称，目前正在努力加强奥德萨州的空中防护，国家也在不断努力保障安全，特别是海上、空中和陆地上的安全。就是乌克兰在这种情况下还对外出口7300万吨谷物啊，这里面1/4恐怕是到大国的，也就是1800万送到了大国。这个俄罗斯啊又开始威胁丹麦啊，这个俄罗斯驻丹麦大使弗拉基米尔·巴尔宾表示啊，丹麦派遣军事人员到乌克兰研究作战经验之举，挑动局势不受控制的升级。巴尔宾对丹麦电视台称啊，丹麦向乌克兰派兵，包括为研究战斗经验，将使丹麦进一步卷入乌克兰冲突，并导致冲突进一步不受控制的升级。哥本哈根的这一决定与目前寻求政治和外交解决乌克兰冲突努力互相矛盾。巴尔宾指出，丹麦认为可以忽略乌克兰正在进行军事行动，会危及丹麦军人的生命。巴尔宾补充道啊，因此我愿意提醒一下，无论是在乌克兰腹地还是战斗接触线上，军事设施包括指挥部、培训和学习中心、军事人员和军事装备所在地都是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你看这个流氓嘴脸啊，这个金家军呐，朝鲜部队公然在库尔斯克参战，这个俄罗斯人是什么个嘴脸？人家丹麦派一些军事人员到乌克兰去学习，看看实战，这个俄罗斯就恐吓，所以欧洲啊不能怂啊，要尽快派部队进驻乌克兰。到现在还在开会，还在磨叽，先组织个几万人到乌克兰摆在那儿，一旦这个欧洲军队啊开进乌克兰，可以肯定的说，迪波老人就要尿裤子，对吧？他现在越威胁啊，越说明他害怕。你说欧洲派个3-5万人在奥德萨、在基辅一待，那迪波老人就敢用核武器吗？迪波老人就敢跟英国、法国宣战吗？他又不是次级太后，他一点脾气都没有。所以说，欧洲啊，赶紧迈出这一步啊！这个路透社和英国研究机构开放源代码中心联合调查显示啊，说俄罗斯严重依赖来自朝鲜的弹药供应，朝鲜武器的流动使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占据了优势。俄军炮兵向乌克兰军队发射的弹药中，50%到100%是莫斯科从平壤获得的。据记者称啊，近1年零8个月以来，朝鲜一直向俄罗斯提供数百万弹药。2023年9月至2025年3月17日期间，俄罗斯货轮安加拉号、玛利亚号和玛亚1号从朝鲜罗津港向俄罗斯多瑙河港和沃斯托奇内港运送军用物资64次。卫星图像显示啊，这些货轮总共运送了至少15809个集装箱。来自朝鲜的货物还通过德鲁日巴大桥铁路运输，横跨滨海边疆区的图曼纳亚河。分析人士估计啊，集装箱仅火炮弹药就可运输400万到600万枚，但这一估计并不准确。据路透社援引西方和乌克兰官员的话说啊，俄罗斯在2024年独立生产了200万到230万枚炮弹，并计划在未来将年产量提高到300万枚。据路透社一名乌克兰武装部队消息人士透露啊，朝鲜炮弹的试射是在俄罗斯列宁格勒州的卢加训练场进行。该社公布的俄罗斯火炮射击表指出，这些弹药的质量很差。乌克兰情报部门认为啊，俄军在对乌战争中使用的所有炮弹中，有50%是朝鲜提供的。这个司令官啊，向俄罗斯提供这些炮弹，不仅换来了技术，换来了粮食，还换来了美金呐。这个司令官勒紧裤腰带，不可能说把这武器就白送给迪波老人吧？迪波老人给卢布行吗？卢布司令官拿来买什么呢？对吧？能买宾利吗？能买司令官心爱的小汽车吗？劳斯莱斯，对吧？那都要用美金呐。所以说啊，这个迪波老人勒紧裤腰带啊，也给这个司令官支付美金。还有啊，那么多精兵呢，在这个库尔斯克受伤死亡，这个迪波老人都要付钱的，付的恐怕都是美金。这一下啊，司令官就通过这个交易啊，恐怕获得了200-300亿美金。这一下司令官就富裕了，车要，对吧？要换一个车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欧洲还不赶紧派部队进入乌克兰，对吧？还在那磨叽。
这个说不过去啊。这个美国的共和党参议员叫罗杰威克，他说啊，很多美国人没有意识到俄罗斯的经济已经摇摇坠，我们一定要继续攻击普京的这个软肋，不要让他有喘息的机会。指的是这个油价下跌啊。由于特朗普发动的这个贸易战，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下跌，这一情况直接影响了俄罗斯军费预算，因为俄罗斯预算中1/3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因此如果油价持续维持在当前水平，俄罗斯今年的财政收入可能会低于预期。据24频道援引《金融时报》报道，如果这种趋势持续，克里姆林宫将不得不做出选择，要么增加借贷规模，要么削减非军事类支出，要么动用国家储备。近2年来，俄罗斯主力出口油种乌拉尔原油的价格已降至目前最低水平。这一变化发生在特朗普宣布征收关税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加意外决定增产之后。我说特朗普是叫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他发动了这个世界贸易大战，结果回旋镖啊扎到了地保老人身上。就在上周，乌拉尔原油的价格约为每桶50美元，而俄罗斯2025年预算则是基于每桶70美元价格制定，差距接近20美元。你说这一桶20美元，你在哪儿找去？莫斯科的一名这个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叫索菲亚多涅茨表示如果油价维持在当前水平，俄罗斯在2025年可能会损失数万亿。没有关系对吧？拆东墙补西墙，这个由于国家这个收入下降，但是军费这边你要保障，那怎么办呢？那只好砍其他的这个支出民生对吧？养老、教育、医疗多了去了，都可以砍一砍嘛，再苦一苦俄罗斯的老百姓，确保这个军费开支。要不你没钱打什么仗？如果前线的那些士兵、那些将士摊不到钱，如果这个后方的那些地方长官摊不到钱，谁会卖命去打仗呢？俄罗斯马上就会崩溃从战线到后方全盘瓦解。我们再看由于大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大幅下滑，俄罗斯方面十分着急。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于4月12日通过塔斯社向大国喊话，俄罗斯有能力满足大国的任何要求，俄罗斯可以向大国提供其所需的任何数量原油。鉴于美国对大国的石油供应几乎降到零，俄方希望能够填补这项空缺。根据大国海关统计，从2024年开始，大国就逐渐减少石油进口。大国在2024年共进口了5.53亿吨石油，同比下降2%，这是20年以来首次在正常年份减少石油进口。今年1月和2月进口石油、天然气降幅更大。1到2月，我国进口原油0.83亿吨，同比减少5%；天然气进口量为2031万吨，同比减少8%。大国从俄罗斯进口原油大幅度下降，在今年1到2月，大国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同比减少13%，降至1547万吨。这个巨大降幅让俄罗斯措手不及，所以导致俄罗斯的副外长鲁登科出来喊话：大国要多少，我们供应多少。大家想一想，油价在下降，大国进口也在下降，这叫双重打击当然了，大国什么原因减少石油进口，这个不好说是不是为了平衡俄罗斯和美国以及乌克兰的关系，还是出于自身的原因，这个都不好说。但是客观上对吧，这个让俄罗斯难受油价又降了，出口又少了，你说它的收入那不就是窟窿更大吗？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